出新招真不容易。来看看我们的裁判这是又开始愁眉苦脸了。这是 3, 2, 1。 再 break。Thank you. Ready? 咁啦，好咯。 Ready? Let's go. 一阵赛踢。 我们裁判估计又收起了，你看裁判茫然的眼神。3, 2, 1， 看来下次咱们还得请日本裁判了。最后一场，美国对美国。哎，不行，哎呦！